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市北区区公所，甲这个平常时啊咧为民服务的阿伯的店的这个刹车啊，甲改装做一个临时的柜台，互亲友会当真紧帮居家隔离的民众领到防疫包。 台南市政府为了快速发送防疫关怀包，指示各区公所执行。目前，台南市北区区公所就利用一台平常时服务民众阿伯店的车啊，甲改做临时柜台，互居家隔离的民众会使由亲戚朋友代替领防疫关怀包，提好居家隔离的人。那最主要就是，我们在确诊者居家 照顾的时候，可以让亲友来我们公所这边来领取这样的防疫包，然后交付给我们现在目前在家隔离的这个确诊的朋友。目前，伫区公所的大门口采取2个通道，一个是领防疫关怀包的柜台，一个是办公室的通道，拢采取严格防疫措施。区公所会帮助乡亲安心度过检疫期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